南投县政府甲草屯镇公所做举办控油活动，这个金门讲是翕土红啊。这办伫镇府将军庙边的田今年差不多2000人参加，超过30个、300个油，大细汉囡仔做体验早期农村的趣味，并且在这个参加控油比赛、甲酷油比赛。 草屯镇的控油活动去2000多人做伙来参加，有真侪人是专家出动做伙来控油，家长嘛带囡仔做伙来到农产体验。来这边感觉很好玩呢、因为可以玩草、玩土，还可以烤东西吃啊。跟家人一起来很好玩。 控油是早期农家的当年基地，草屯镇公所配合南投花卉嘉年华系列活动6日举办，现场有超过300个油做伙控限制贩卖等等的食材，佮加上造油比赛，增加佮较侪趣味性。有高达1米外的大油，嘛有其他的小型油和造型油。这就是囡仔较早的消遣，所以讲以前的小朋友大部分都会。 今年度我们有多录取创意的，还有花卉的展览吼，所以讲整个用讲是非常的精彩吼。公所嘛规划真侪活动，希望互参与的民众会使欢喜来控油。